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初9，旧历的12月28，礼拜二。后来这个小连续几若天的好天气，伫个小年夜，也就是明仔载要讲拜拜啊。气象局讲，明仔载到后日，小年夜甲围炉方面通过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有的所在甚至会来落到雷公雨，天气是真无稳定。啊，那这个中南部围炉的下晡就会转好天。过来是这个初1、初2甲初3，过来透东北风，北部甲东部也是阴阴凉凉会来落雨。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，也毋过着要注意日夜温差真大。啊，那这2天，真侪乡亲开始准备要过年了。如果你的茶几啊，就放一个，到了初5给贵有没有拿走？下面压100块钱，让你自己发这样。大家做花法，6月28做糕仔、吹馒头、大糖花。有哪些句子大家最喜欢啊？今年啊，男神拿剑的，除那个肺炎那个瘟疫。来一个元宝招财进宝，买一条鱼仔年年有鱼，切一条菜头粿步步高升。爱把好天气赶紧买，因为小年啊开始气温是无步步高升，而且会开始落雨。在小年夜到除夕的上午，受到锋面通过的影响，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，容易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。很快的，除夕的下半天，锋面通过之后，中部、南部以及外岛天气就恢复稳定，转成多云的形态。小年啊和围炉暝有锋面通过，全台湾有雨，而且会有雷阵雨。要拜年的2月12过年初1到2月14过年初3有东北季风，北部、东部同款凉凉短暂雨，中南部地区侪云到好天，春风送暖，高温会使到27度。不过细日夜温差真大，北部、东北部风头面，要到2月15过年初4才会使往来雨袂来，行春毋免行伫大雨当中。